咩物代？一叫微博客栈。侬客栈会缅话，汉语名的都侬客栈会缅话，缅话谁客栈？缅话谁客栈？领土耶稣主，莫宁烈士，我到免错。把耶稣道，澳主本负罪连保当。领土耶稣主莫宁烈士，莫宁烈士，宁烈士，宁烈士，我到免错，我到免错。把耶稣道，澳主本负罪连保当。澳主本负罪连保当。领土耶稣本主莫宁烈邪烈免莫宁烈邪烈我到免错。澳主本负罪连保连保当。领土耶稣主就是讲莫宁烈士是的姑娘。我到免就是 ghost 免 ghost 错。澳主本负罪小仔就是 kid。连保咽饱就吃饱，当就钱就先让这个负罪连保。领土耶稣主莫宁烈士，我到免错。澳主本负罪连保当。要先给小孩吃饱。要煮就像一只风筝，飘落遥远的泰国地。兄弟天涯两分离，何时才能再相聚？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煮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啦啦啦啦啦啦，要祝兄弟在何方？家乡亲人在盼望。